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今仔日咱继续来讲疫情，确诊人数逐日几万人咧增加，确诊了爱隔离，爱食药啊。这几日快筛阳性就确诊，加快筛阳性就开药啊，是正大家拢在讨论的代志。即马较侪65岁民众快筛阳性就开抗病毒药啊，明仔载就要开始。范围敢会当放搁较灵，互其他高风险的族群嘛，紧紧食着抗病毒药啊。过来，快筛阳性就确诊有较复杂。咱台湾各所在人口密度无同，盛行率嘛无同，而且确诊隔离，人关伫厝里，嘛都爱考虑为阳性。一寡患者好离了后，几啊个月犹原的染疫阳性、染疫阴性这的问题，伫大规模感染的时期，咱应该安怎同齐来担当？今仔日咱做伙来讨论。小开现场来宾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洪德仁医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仁济院总院长李玲婷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嘛邀请线顶英国注册医师叶丁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今仔日本土确诊是65000外，死亡有38个，这咱稍等来讨论，因为无注意风车注3档注满的，其中有24个人吼。为今仔日开始，甲确诊者同大的人，若是注3档预防车，就毋免隔离，干那需要7天的自主管理吼。这可能会互大家注预防车的这个意愿较提悬咯。过来，今仔日有带院分流收治的原则的修订，即马是用中重症的患者，甲有手术需求的患者为主哦。为明仔载开始，65岁以上快筛阳性，经过医师人员确诊了后，就正做确诊，这是明仔载开始。今仔日为着提悬台北市的量能吼，伫自由广场北营有帮站设立一个体检站。过来台北市吼防疫的门诊。逐工是有12000人，不过有30%的人吼注文了后煞无去吼，这个稍等下咱讨论。即马确诊的人数愈来愈多，台北市为15号开始吼取消这个关怀包吼。因为确诊的人真多，人会烦恼讲食药的代志吼。咱看到苏一峰伫伊的面册面顶写讲，若是摕无抗病毒的药吼，西班牙人有用化痰药吼，讲会当减少40%的死亡率。不过，咱看到产科医师苏依玲就讲，化痰药就干那是化痰药伊无可能会抗病毒。这咱观众朋友爱注意吼。苏一峰嘛道歉，讲这个研究的证据吼有较弱啦。这咱稍等下来讨论。大先，咱先来看今仔日疫情中心记者会。总共有65794个，那境外移入的有39个。公布有38位确诊死亡的个案后，有37位有慢性病史只有1位没有慢性病史。那这一位也没有接种疫苗，有18位没有打过任何一剂的疫苗。那年龄的部分的话，仍然是以高龄为主。住院的这个分流的条件原则上面呢，是把它改成说是以这个中重症或者是其他疾病经医师评估有住院需求之必要的那我们是要安排收治到医院去住院那其他原来就是属于是比较是高风险需要观察的对象的话呢，我们则是把它调整到去这个加强版的疾检所或是加强版的防疫旅馆，这包括70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65到69岁独居的民众，还有就是怀孕36周以上，或者是小于3个月发烧，或者是3到12个月高烧39度的这些确诊者。我们现在是新增65岁以上含以上的长者，使用家用抗原快筛试剂检测结果阳性，并经医事人员确认或由医事人员执行抗原快筛结果阳性者，那我们就定为确诊。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今仔日开始的新措施吼，就是0+7这个新措施，也就是确诊者同大的家人吼，若是注3档预防针，就毋免隔离，需要7天的自主管理。不过，咱爱注意，对无适用伫青少年，因为咱知影青少年开始注预防针的时间较晚吼，
大面的人也袂住3栋，所以青少年游园是爱隔离7天，伫厝内自主管理吼，袂使去学校上课。若是以后指挥中心讲大家有住3栋了后，青少年会来适用今仔日开始的这个规定吼。不过针对这个措施吼，大家人有侪的反应哦。咱看到成功病院洪主任副院长讲台湾吼是紧抓慢爱甲病毒来共存吼，不过即摆这个0+7的措施吼，可能会互确诊的人数搁较来增加，这考验咱的医疗的量能。新北市长讲，中央虽然规定讲住3栋唔免隔离，不过地方政府来看吼，伊的管理会有一寡挑战啦。过来，咱看到台中市长吼罗秀燕讲，措施若是放零了后吼，政府应该发每一个人发3剂到5剂的快筛吼，大家来自我检测。另外咱看到中医大儿童病院黄国斌主任讲，这个0+7的措施吼，无一定会互咱的医疗量能较轻松。不过伊感觉应该安怎做？应该甲这个武汉肺炎吼第5类的传染病的级数降到第4类，才是正确的方式。咱来请教李院长吼，咱先大先来讲这个黄国斌主任的讲法吼，第5类降到第4类，具体来讲会有啥物款的影响？敢会真正互咱的这个医疗量能较有这个春秋的空间呢？这是可以从迄个学术的角度去看这问题，是，嘛会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问题。哦，若是分别来讲，即摆老百姓大家拢咧惊，伊忽然间从降级落去吼，大家会出咧等。哦，所以我是感觉讲吼，还是听中央是较好啦。是，吼，即摆当咧乱的时阵吼，是毋是大家心稳落去安尼较好？心安自然就平安嘛。是。你知影即只病毒自2年前遐尼严重，迄个死亡遐侪，2年后到即摆你看，前礼拜咱统计的是1000个，差不多2.5个是中症甲重症嘛。是。到即礼拜就变1000个2个中症甲重症嘛。哦，咧降就对。咧降，相信我后礼拜你也看蹲1点1个半，过来可能后个月变1个。你想，咱的重感冒、流行性感冒，敢毋免遐尼轻，比这个重嘛。所以你毋免惊讲，这个病毒是愈来愈危险，应该是愈来愈轻松。所以我毋知讲学术上是爱降无毋对，但是政治上你要降落去，足侪民众会惊吓。所以为着要互民众莫惊吓，咱慢慢啊放，莫一个放啊紧。哦，若是讲这个中重症率一直在降，吼，这内底的眉角是啥？是安怎原因致使讲伊这个中重症率会降呢？其实我2年前我就讲过啊，这只病毒毋是这只啦吼，只有几啊只啦吼。伊这个中国最厉害，伊甲美国做一只，甲英国做一只，甲法国做一只，甲德国做一只，摕等于武汉4、5只男做一伙要做一只更较毒的，无想到还未做成就走出来。哦，所以分几啊线路咧变，这只伊做了真水嘛，所以伊开始作毒的，慢慢，伊毒性愈来愈少，变来到尾可能是咱袂。是。SARS 迄阵也是因为太毒，所以大家惊控制掉了，所以无偌久就去就无啊嘛吼。这只像即马差不多8、9成人拢无症头。是。无症头，你毋知影讲对一个人有，所以有当时啊食饭也好，讲话也好，喙你会起来，喙起来无行动，你就去传染嘛。所以你感觉我即马新北市甲台北市差不多一半拢有啊，愈来愈侪。哦。愈来愈侪，你也想讲，过来是毋是食药啊，还是用什么方法，会莫去传染？是。其实无人敢保证，你即马得，你后个月嘛有可能去再得，所以。会记哩，喙爱挂掉，洗定来洗手。是。人这个所在尽量莫去。是。忍是2个月啊，这只病毒就无啊。哦，好。
咱即马讲到这个民众的惊吓吼，咱来请教线顶的叶医师。昨昏咱看到一个资料，有人讲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吼，较敖去攻击儿童，啊，用美国的资料讲，伫奥密克戎大流行的期间，儿童的死亡率是一直咧升悬吼。这个资料敢互咱会较烦恼吼？咱请叶医师，你有研究来替咱讲者。对，我有转去看这个研究的这个图是安怎来的？对啊，这个图的来源呢，唔是讲是一个足大的这个新闻的网站，拢唔是，迄是一个足独立的这个新闻网。啊，这个图嘛足奇怪，因为我去看迄个数字，甲公布的这个 CDC 的数字嘛无啥共对。啊，搁有你爱看这个时阵，伊列的这个是。阮咧讲的 cumulative 就是累积的才会死亡，所以累积的死亡，你后个月一定比这个月搁较侪人，所以你会看的这个曲线一定是生安尼。啊，这样安尼的曲线就会造成这大家来惊吓，但是这个曲线是正常的，本来就是安尼，因为每一个月死的人拢会增加，增加的时阵你 cumulative 就会生甲安尼。伊就累积起嚟吼。对，啊，搁有这个是囡仔死较侪伫咧寒人的时阵，因为迄久啊才会气管的问题，所以本来咧这个寒人的时阵，囡仔人死亡的数字是本来就是会较侪，唔管是有 COVID 还是无 COVID， 啊，搁有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因为伊无去分，真正是因为 COVID 死去的囡仔，啊是讲死去的时阵嘛有看到确诊的人。阮即马知影讲，这两个是无共的代志。死去可能是足侪原因死去，但是伊敢若是拄啊好有 COVID 尔，毋是因为 COVID 互这个囡仔死去，甲因为 COVID 死去的囡仔，安尼个统计的方法是无共的，所以这个资料是爱较小心来去甲伊个做解读。是。感谢叶医师哦，互咱知影讲，毋免伤惊吓，针对昨迄个资料啦吼。咱即马来请教洪医师，咱看到新北市长讲吼，即马规定讲，若有住3栋预防车吼，都甲确诊者当大毋免隔离啊。啊，新北市长讲，中央安尼规定，毋过地方政府较歹管理啦。啊，咱敢会当翻头过来想讲，毋是讲即个政府爱管理，讲你一定爱住3栋，是咱家己若是还未住满，爱赶紧去住，对咱家己有保护嘛，会当保护咱厝内的人，是毋是安尼？是伫咧咱国内还是国外的资料拢看会到，有住疫苗的人，基本上若有感染，伊会惊较轻，会较无症头。咱拄仔开始节目开始就看了。长辈吼，若无注意防车，伊的重症、伊的死亡率是拢比别人较悬。是。当然，咱个看讲75岁以上会得长辈是一个极端数字啦。是。但是一般的少年囡仔嘛是差不多相类似。咱毋通讲想讲，咱少年体力就较好，所以预防车拢免做。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咱若住满3栋，是毋是就永远就袂去哦，即支病毒感染着，嘛无一定。嘛无一定是。拄仔咱看的数目嘛是数字嘛是甲咱讲，嘛是有人住3栋、住2栋，以后伊个感染着，变成中重症，甚至死亡的状况。是。所以基本上，即个要来对抗即个疫苗，对抗即个病毒，伊是一个总体的生活，还是讲总体的医疗健康，大家爱总动员啦。是。这方面，咱咧医疗上疫苗啦好啦，还是医疗的量能啊好啦，即咱拢爱好啊来甲伊保存，好啊来甲伊珍惜。另外一方面，咱百姓这边，大家爱做的工课，嘛是爱做。拄啊，主持人也是叶医师嘛讲了，生活上咱爱做的代志，迄嘛是足重要。是。日本伫咧旧年度东京奥运的时候，伊嘛是确诊的病人足多，但是伊嘛真勇敢，开放要举办这奥林匹克。是。因迄阵有鼓励日本人一个工课，就是叫做戴口罩的聚会。你去食饭也好，你去加美厅也好，还是日本人下班了后，就爱去啉米露的居酒屋，因拢鼓励大家，若是
你咧食物件，还是啉咖啡、啉酒的时候，喙黄才摕落，是，其他时间喙黄拢大起来，那是咧开讲的时阵就挂起来。拢一定要大起来。是，我一个朋友吼，因为是我一个老师啊，陈正文，伊咧苗栗威光医院做院长。伊旧年度伊就有甲我讲过一个观念，伊讲因病院内的感染比例上是有较低，是因为伊一对即个疫情开始，伊就规定所有的员工食饭的时候，每个人都要面壁啦。哦，等于讲，咱一块桌啊，袂使讲啊，你交我啊，安尼掠你讲话，是要面壁对着墙壁，是对着墙壁就较袂讲话啊，啊嘛较袂传染啦。是，所以基本上，咱今日即个疫情行到2年半，实在是2年半啊！吼，到即个关键的时候吼，咱一方面看来，较近的数字，一天拢6万外，迄数字其实看来是足可怕的。啊，但是2方面来看，咱的中重症吼、中重症的死亡率、死亡的人数，拄啊，李院长有讲过，其实是足低啊，是低甲吼比拄啊讲的流行感冒较少啊。是，啊，每年咱拢有流行感冒，啊，咱煞习惯，煞袂去惊伊啊。啊，哦，今日即个数字，咱嘛看到，安那遮侪。实际上，你若看伊个比例来看，即个其实是毋免太惊尔。是所以，咱若我都好啊，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阶段性你咧解封吼，啊，阶段性，逐个佫配合爱做疫苗的紧来做，啊，是讲拄啊讲的防疫新生哦，嘛是拢爱做啦。是啊，这我相信应该经过这个上痛苦的这个时间点，是台湾有机会吼，用个正常生活。哦但是迄阵正常生活嘛是防疫新生活啦，毋是是啥物代志拢毋免做。是。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吼，今仔日有38个死亡的病例，伫这38个内底吼，37个有癌症，也是讲慢性病的这个历史吼，干那一个是完全无。啊，过来看因的注意风险的状况，有18个人是完全一剂拢无注吼，注一剂的人有4个人，注2档的人有2个人啊。过来，咱来看伊的年岁的分布。17个人是年岁超过80岁，伫38个人中间。啊，咱若是看60岁以上的吼，38个人内底，拢总有32个人是伫60岁以上。咱来请教李医师吼，若是照这个死亡率甲注意风险的状况来看，咱本地的这个设想，敢会当讲是正确，就是讲病毒会攻击较无注意风险的人，嘛。老大人嘛是较危险的族群，咁即摆咱看这个数字，敢会当安尼讲？老师拄仔讲足对的，老大人啊是有迄落癌症，甚至慢性病的人较侪伊的迄个危险性比较重，是，所以这人电都要较注意的，吼，尽量避免即只病毒过来去感染着。当然，对这看起来，你无当讲看出讲，注影响下8%就袂去传染。哦，相对来讲，咱可能知影讲注影响下伊的重症会较少啦，吼。即咱过去拢做侪人有讲过啊。是。毋过我是足希望大家当记在心，尤其是咱的医疗人员爱记在心。这重症也是讲这死亡，在伫咧诊断的时阵吼，有当时啊，伫咱门诊也好，伫咱病房也好，爱小注意咧。这个季节是啥物病上多？过去哦，你若照咱家己国家的吼，台湾的迄个统计，咱的 CDC 的统计，这个季节日本脑炎、流行性感冒、肠病毒，是拢是足多。为什么？你看讲这2年前统计结果，这个季节拢是一个坡度足悬的，较今年无看。哦，是毋是咱家己忽略？无咧注意这只物件，是，啊是正确讲那洗手洗真严重，我大水氧大真好，所以拢袂即个毛病走出来。我相信毋是安尼，所以有当时啊，咱可能要诊断这个囡仔是毋是发生 COVID-19， 啊是病毒、肠病毒，啊是日本脑炎，可能
头壳爱少想较济咧。是，你的意思是讲较早吼，伫即个过节内底，拢是有日本的脑炎，还是讲肠病毒？啊，今年煞变做无去，无可能是大家无去画着迄个病毒，是因为着啊，家己好去，伊都是轻症，无症状，家己好去。啊，因为咱无咧药医迄款的病，即马咱拢咧药医，我们看都是即款的状况。对，因为看你的图就知影，不管是日本脑炎也好，还是迄个肠病毒也好，还是流行性感冒也好，伫这季节拢一个坡度起来。为什么前年拢安尼，今年就无这个坡度走出来？是，就表示真有可能咱无去通报。所以咱伫门诊也好，伫病房也好，唔好看到这个人发烧，不管大人囡也好，你就感觉讲，这是 COVID-19。是，无毋对，伊真有可能 COVID-19，但是同时有可能还有其他毛病产生，所以唔好甲所有的同情，还是讲希望的怪罪讲，哎是 COVID-19 引起的，袂记你讲还有后壁还有其他的物件。是，好。观众朋友吼，因为咱即马确诊的人愈来愈侪，大家一直咧讨论讲是毋是快筛阳性吼，都要当做确诊，还是快筛阳性，连咪就开药啊吼。遮的报道，咱大猩猩来看。摕健保卡甲号码牌，侪民众伫咧检疫进门诊排队，准备要互医生看。这是新北市阿东病院，只要伫咧社区的体检站、病院或者是病院防疫进门诊体检的民众 ，PCR 验出阳性，就会启动确诊的患者评估分流的作业。若是65岁以上的民众，还阁会当优先互医生看，或者是事先互医生看，提早评估敢是爱开药啊食。就是阳性之后，我们自动发出简讯，会发出简讯询问病人使用药物的意愿。所以我们目前的目标族群是设定在65岁以上老人家，所以我们权衡之下，以这些最高危险群老人家作为我们的优先服务对象。为了降低集会人围着了后中重症的风险，指挥中心宣布，为5月18开始，65岁以上的集会人，比照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甲自主防疫3类的对象，快筛若是阳性，经过医师确认达成医病共识了后，由医师通报确诊，就会当评估开辉瑞口服药来治疗。因为根据国际上已经发表的随机对照试验，确诊发病5天内的民众，食莫纳皮拉韦了后，住院或者是死亡率是降低31%，食辉瑞口服药是降低88%。另外，零加7的制度今仔日正式实施，甲确诊者做伙住的亲人，有做过3档疫苗的，就会当唔免隔离，做7天的自主防疫，2天内快筛阴性就会当出门。不过外界也是烦恼讲，安尼敢会造成更较侪带病毒的人四界拍走。一样还是7天的限制，跟你这7天要特别的留意。我想只要大家继续维持目前的防疫习惯呢，从3+4改成0+7呢，即使增加风险也是有限的。医师强调讲，到做伙的人感染的几率是真悬，提醒民众除了前3天的潜伏期爱注意，接下来4天也是爱真细致，而且防疫有放令，资本就会增加感染的几率，所以喙暗也是爱挂护条，才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好，咱伫影片内底看到吼0+7的这个政策吼，对风险来讲，咱看到黄国斌医师讲是无啥物影响啊。咱来请教线顶的叶医师，针对这个0+7的措施吼，你的看法是安怎？0+7其实英国嘛来做0+7，咧Omicron爆发的时阵，伊嘛做0+7，对，但是伊的方法是每一天都爱快筛啦，对，啊快筛爱阴性才出去。是，你若是爱出门，就爱快筛。对，你快筛7天，对，每一天都爱快筛。是，是。这是较无共的所在。迄个时阵，英国的这个注射率甲台湾来比是安怎？迄个时阵应该无，平均来说应该无台湾即马较好。对，但是伊嘛是足紧就把这个50%的人拢拍甲第3剂拢拍甲足满。是，所以第3剂是拍甲足紧啊，嘛足满的。伊是世界第1个国家，甲这个第2剂甲第3剂缩甲12礼拜就会使拍。哦，若是讲时大人拍甲真好。是，若是讲风险来讲，因为一个人烦恼讲，这个0+7的措施会互病毒更较传出去啊。英国来讲，这0+7的措施了后，伊的确诊人数敢有连咪增加？伊迄个时阵是足悬的时阵，上悬的时阵到差不多20万人确诊，对。
但是英国的这个人是阮的3倍，所以甲阮即马嘛差不多，阮即马差不多7万人，甲英国的21万人嘛是平均来说嘛是。讲实在话嘛，差不多啦，对。所以阮即马嘛咧高峰对，但是英国的经验是高峰了后就会落啦。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即马大家咧讨论讲，敢着爱快筛阳性吼，就是当作确诊啦。中央指挥中心甲地方看法小可无共吼，咱用新北市侯友宜市长吼来当作赞成的中央指挥中心陈时中指挥官吼当作无赞成吼。新北市长感觉应该爱全面拢安尼规定，伊有一个理由啦，就是讲用新北市来看吼，伫这个快筛体检站内底吼，阳性率已经到97%吼。第二个理由就是讲，咱即马爱甲量能吼，留互照顾这个中重症的人，袂当搁甲这个医疗的量能来开伫这个做 PCR 的体检哦。毋过，咱的陈时中指挥官讲吼，你若是快筛有源。伊讲有7%到15%是伪阳性啦吼，因为阳性了后，你就爱隔离嘛，这会限制人的人身的自由。第二个就是讲快筛了后，一人就开始咧食抗病毒的药啊，这抗病毒药啊，副作用真济吼嘛，当然是这个药啊，嘛是 EUA 通过尔吼，介危险吼，这是陈时中部长在考虑的代志吼。过来新北市长讲，即马有3类的人甲2岁的幼囡仔吼，嘛是共款啊，就是快筛就是阳性，这敢无伪阳性，还是讲限制人身自由的问题吼？咱大声来请教洪医师吼，新北市长所讲的这个阳性率已经到97以上啊，甲线顶的叶医师前几礼拜甲咱讲的，就是讲这个快筛的这个正确率实在是真悬呐。若是照这个角度来讲，甲快筛阳性都当作确诊，这个可行性是安怎的？拄中央交地方表面上看起来吼，你的观念有小可差一丝啊啦。是。但是呢，你后壁来个观察，伊会渐渐吼共款啦。哦。你咧即个疫情即阵算讲上严重的时间点，即个快筛吼加 PCR， 伊的吻合度拄仔讲的，好有伊讲的97%，是不止新北市啊，台北市嘛是安尼啊。是。所以基本上，你咧严重的这个阶段，伊会趋近啦。但是伊慢慢个降落时啊，迄个落差就会拉出来啊。哦。即阵个重要问题是，每工拢6万几人伫咧确诊，是毋是爱甲医疗的量能爱好来保存啊？是。这保存吼，伫咧医疗方面是有方法的。这个方法嘞，拄仔拢有讲了，要安怎赶紧，互轻症的民众，伊留喺厝内底。是。然后中重症的民众有机会有病床，用得入去病院啊。咱去年、前年是确诊，就已经爱送去病院啊。是。足侪伫咧迄个阶段确诊的民众，因拢会讲，伫咧隔离病房内底，英英美代子啊。是。身体嘛袂歹，小可酷酷嗽，食一个药啊，慢慢稳定，就等快筛，等迄种 PCR。迄阵有人是要2采，有人是要3采。哦。定是1采阴，2采阴，3采负阳啊。所以迄个代表迄病毒其实是足低的啦。是。有可能有咧起伏啊。是。咱拄仔你讲的0+7啊，这张罗已经迄个副指挥官有讲了，以咱新加坡的经验，5天后病毒吼，新加坡是讲归零啦。哦。日本是讲7天了后，搁再1趴。是。会发现到足少的病毒啦，所以咱台湾是拢是用这种吼综合啦，咱推断7天了后啦，剩5趴啦。是。这5趴吼病毒的量啦，应该变真少啦。所以伫咧这个
制度的内底，咱即摆0+7，然后过来做这防疫的工作，佮加上咱若有法度讲轻症跟重症有机会分开的时候，医疗量能咱若保存了，轻症的无症头的，伊用个留喺厝内，啊留喺厝内了，即就相当于日本人定下咧讲的，你咧厝内底当作病床啊。是。啊，所以伊伫内底毋是无代志，伊嘛是要有需要有医疗还是生活上的关怀啦。哦。所以这个叫做居家的一个关怀，是。咱国家已经启动了很久了，大概1个多月了。那即阵咱每一个县市拢有咧做，啊，主要基层的医生若用来承担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有伊的足大意义啦。是。所以我是感觉讲。陈时中讲的话叫侯友宜哈，有时间落差啦，啊，到后面他会一样了，啊，所以到底是陈时中听侯友宜的，还是讲侯友宜他是你在实务上会用给他积极的一个建议啦，是，啊，陈时中部长这边有足好的专家医疗的团队，啊，毕竟哈中央你咧执政哈，某一个程度是安全也是伊的考虑的一个重点。吼，莫讲放伤紧会造成什么困扰。是。啊，所以咱即摆我会感觉讲，大概差不多，搁再1礼拜啊，即礼拜到拜5、6啊，吼，应该有足侪迄个防疫措施吼，应该中央交地方都差不多拢取进啦。吼，譬如拄仔讲的，明仔载65岁以上的长辈，啊，用快筛，啊，用咧经过医生，吼，无论讲是基层还是病院，拢袂要紧，视讯来个做一个诊断。那个做一判断以后，啊，马上就用咧通报到健保署的我们的医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是。啊，这个医疗这个健保署的系统，我知影，每点钟就会把资料回去哦，迄个 CDC 疾病管制署，啊，疾病管制署这边再做一个资料的查核以后，就会把这个确诊的一个通知用简讯。还是用健康存折，吼，你内底互人看会到，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利用这种方法来做快筛的一个确诊。是。明仔载开始，65岁以上的全部拢开放啊。对。啊，所以讲，你咧头前嘛拢有开放啊，像讲对初5开始，5月初5开始，啊，你咧机构内底，安养机构有可能内底1、2个人。PCR 采检阳性，是啊，其他的人因为伊传染性足悬的，会拢会画出去嘛。是啊，所以边仔人拢是用快筛来尔嘛。对。啊，所以开始若有一个分子出来，啊，其他的人摊做伙，咱用快筛，医生判断，拢共款就是确诊。是啊，应该要互伊一个口服抗病毒药剂，马上拢用咧互因啦。所以我相信中央是。对一个族群，吼，拄仔讲的安养机构，即摆慢慢啊扩大，是到啊居家的3种类型，就是咱即摆今日嘛是佫是安尼。是啊，明仔载开始，即寡嘛拢会使用，65岁以上伊佫开放啊嘛。是啊，所以到后壁，我相信全人口普遍用即个方法，有可能一个阶段，咱会用即个方法。啊，所以你会看到迄个量，伊会马上向上冲啦。是。啊，向上冲，伫我的概念内底，毋是歹代志啦。咱拄仔你有讲的，咱医疗的量能吼，拢够低的啦。是。啊，中症、重症死亡率毋是较悬啦。是。所以基本上，即个某一个程度就是讲，台湾一定要行过即个痛苦的阶段吼。咱怎有讲叫做群体免疫啦。是。吼，所以你若要用咱的确诊的数字来看吼，迄其实是失真啦。哦。安怎讲呢？你看到今日。6万几人啦，所以全部的感染的人口80万、80多万尔嘛。是。80多万占咱人口偌济？4%无够啊。对。啊，若按照英国，咱要讲群体免疫，大家才会放心。遐偌济是30%，还是60%，还是爱70%？我相信叶秘书一定会甲咱讲的。是。爱70%顶的
才有迄个群体免疫啦。是，咱小等下来请教叶秘书，咱大先来请教李院长吼，陈时中部长伊所烦恼的代志，甲你的经验其实小可有共。伊讲这个药啊，伊的副作用的问题吼，咱来讲这个，譬如讲 Paxlovid 这款的药啊，对你来讲，你其实较早有经验吼，若是开药啊，你家己敢会开 Paxlovid 互患者咧？我较久了啦，我举一个例，第一届有迄个讨论个病新药做出来进前吼，患者就甲我要求讲我要开新药啊，我讲歹啦，这药啊吼，我拢台湾用2档啦，无代志，我才要开啦。哦，无想到2档未成到，美国的 FDA 就将药收回去啊，讲这个新药会引起心脏病，所以迄个糖尿病新药就卖啊，将来无人使用。当然我毋是讲这个药真毒，我意思毋是安尼，我是讲这药啊，总是任何药啊吼，阮老师李正元教授有讲过吼，所有无代志莫学别食药啊啦吼。即摆你有病毒，当然食药啊是应当的，毋过咱考虑到咱开的药啊吼，会引起其他的副作用无？如果这人都无感染，你个杀来用这药啊，这个对咱来讲，咱良心做袂得过啦。所以我相信陈部长伊的无聊吼，伊的无聊毋是干那一般人是也可以是毋捌遐济嘛。伊足侪迄个公共卫生的专家、医疗的专家、病毒的专家，甚至有社会学的专家、经济专家，这些专家群你做的决定，应该是比新北市更较有适当啦。我会感觉是安尼。是好，观众朋友讲到这个问题吼，咱来看侪人吼有去挂号讲要看这个防疫的门诊啦，总是有差不多3成的人挂号了后无去吼。咱来看这个比率，这是5月15号的比率吼。恁爱啦，中校好评差不多拢是20%到30%，上加是干豆，干那5%尔吼。毋过这个医药门诊了后无去，咱来请教线顶的叶医师吼，这款的趋势，咱敢会使来讲，若是讲医药门诊了后无去，敢是因为轻症吼，伊症状就真轻，无需要过去。搁特别去看医生，还是讲，若是讲医药这个体检站无去，嘛可能是因为伊感觉无需要搁去做 PCR， 因为伊烦恼讲 PCR 确诊了后，伊颠倒爱去互隔离。这咱敢会使家己当做一个轻症化的趋势来看咧？对，这个拢是有可能的，尤其是这个真正开，伊嘛无要去请保险，嘛无要去食药的遮的少年人，尤其是。其实去做 PCR 是无必要的啦。搁有你咧确诊的时阵，你咧快筛已经是阳性啊，这时阵你的传染力真正是足上悬的时阵。这时阵搁要坐车出去拍照，其实嘛毋是讲嘛毋是讲一个足好的代志啦。对。搁有虽然讲阮即马有讲建议爱开车、骑机车去啊，搁有你厝内这个。厝内的家人甲你带去，但是你嘛有可能拖互你的爸爸妈妈甲兄弟姐妹嘛，对吧？所以其实应该的做法是，你快筛阳性，你若无啥物会需要的时阵，你家己去登录就会使啦。因为看到第5章，对，应该的就是你去上网去登录，讲你快筛阳性搁有用这个手机的 app， 讲你即马有镜头，毋是有镜头，就是讲你即马是阳性，这个时阵伊就开始有一个倒数计时器，甲你讲 OK， 即马这个时间开始来隔离，对，你袂甲你浪费你的隔离的时间嘛，对，你马上就会使开始隔离，是，对，这个时阵你要啥物的帮忙这拢咧伫你的手机上，你试一个按钮，都会使有人来甲你斗相共。你嘛会使开始发这个简讯，和甲你有迄接触的人，对，所以在这个高智慧的这个app， 其实是最好用的啦。台湾即马其实是遮的人，就是无需要去请这个保险金的，甲无需要食药的遮轻症的，甲无镜头的快筛阳性的人，其实真正无需要互伊去做 PCR。因需要的代志是紧来结束这个隔离，敢莫拖互别人，安尼这两件代志会使做得好就好啊。
是，这就是咱咧讲这个快筛的意义。拄则看到这个台中市长罗秀燕讲，就爱大家人哦，有一快筛吼，不时来检测。这个意义敢是讲，就是若是咱量早知影讲哦，家己是阳性有确诊，第一个会当赶紧食药啊，还是讲开始保护家己，保护厝内人，莫个探互这个厝内人，敢是安尼？对，大部分的人是免食药的，食药的人是真细的这个比例的人才会需要用药啊。阮敢若传差不多5到3%的药啊，互遮的人尔，对无？所以95%的人，愿意是得到这个 COVID 是免食药的，大部分的人。对，平时阮大部分的健康的人是真正是无需要，所以你轻症啊无镜头的少年人，伊是爱紧开始莫拖互别人，甲紧结束这个隔离，互伊会使转去做工课，安尼是较重要的。则安尼的措施啊，嘛会使增加阮的这个统计的这个完整度。人较侪确诊的人的时阵，阮的这个致死率就会使较正确。就意思就是讲，阮的这个致死率就真正会更加低。是。讲到这个数字爱互伊正确吼，甲咱检测的量能嘛有关系。今仔日伫自由广场有北营帮站吼来成立一个体检站，这个报道咱来看。摆甲真长的车队慢慢驶入车内所体检站，民众烫喙暗接受采检。中正纪念堂车内所 PCR 体检站上路第一天，规划汽车、机车行程分流，每一个时段开放300人有约，100人现场挂号。8点开始，还未10分钟，现场挂号名额已经满啦。买货的民众只等后一班。6点多就已经有人在这边排队了，不管是走路来或者是开车来的。那100个名额，其实在8点一开始就已经很快就满，呼吁已经预约的民众务必要来。那今天看起来目前都很好。由北营进驻上百位医护人力支援问诊、领药加采检。台北市长郭文哲也呼吁民众唔通食药。这次中正纪念堂车内所到场的比例看起来有提升，民众会当直接领缓解症状的药物，后续若确诊，需要到病院领抗病毒药物。跟其一般的采检站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还有看诊跟领药。那我们的领药分2大类，一个是成人，一个是小朋友。指挥中心昨日宣布实施0+7，确诊者下家人只要注满3剂疫苗，都免隔离。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3剂甲2剂的疫苗注射率已经差不多，限制对象意义无大。上重要就是无必要迈出门，伫厝办公为优先。不是0+7什么都可以做，原则上你就尽量在家办公，没必要迈出门。没出门一定要严格遵守，不要搭大众运输，人多所在不要参加活动。侯友宜强调，依靠医疗团队专心全力守护新北市民的健康，做好新北市长是伊上重要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请教洪医师吼，咱今日看中道新闻，看到洪医师你嘛伫现场，伫这个自由广场这个体检站吼，设立这个体检站对咱的这个检验量能有啥物款的帮助？咱知影今仔日吼透早就处理超过400案啦吼，请洪医师咱替咱来了解这个体检站设立的过程吼，甲伊提供的服务。拄仔咱有讲了吼，这个防疫的过程吼，除了靠拄仔讲的确诊了后的治疗。还是讲重症的病院爱好治疗，这个之外，头前爱注疫苗。是。你喺中啊，就是要安怎讲？有感染的即寡民众，用各种的方法，甲伊检验出来。是。咱拄仔讲了，用快筛，这是一个真方便的方法。无论讲是对鼻仔来对做快筛，还是韩国有发展用深部的这个口水唾液，拢用来做。是，但是这内底大家拢知影，上界正确的是 PCR 的这个采检的方式。是，咱的过去的诊断拢爱靠这个采检，再用来提供相关的医疗的服务。保险还是劳保，还是有一寡公司的企业，拢爱有这个确诊的证明。是。再用咧享受相关的咱这个
治疗过程的一寡福利啊。哦，啊，特别是今年初啊，保险公司大量推出相关的防疫的这个保险，嘛是拢还有证明啊。所以才变做算讲，一方面咱会惊赢，讲咱的身体会有伤害，若感染了，咱来了解；二方面，即寡相关的权利，拢爱靠诊断书。是。所以大家对这个 PCR 的这裁剪吼，需求量非常大。是。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拢在做努力，像新北市，因嘛设20几个社区的这裁剪站。台北市每一间大病院嘛拢有设台北市社区院外的这个裁剪站，嘛将近要10间左右了。啊，这个拢总这个，离咱啊自由广场吼，我感觉这是有一个足重要的这个指标的意义啦。这个意义就是讲，伊毋是干那讲一个裁剪站的成立，拄啊，咱有看到有同时提供，互大人交囡仔，诊断交治疗。是。二方面，伊个有一个足重要意义就是讲，咱即摆嘛拢足期待讲吼，医学中心的医疗的人员用去转去吼病院。做重症、中症的治疗，是做一般的中重症、一般的病的治疗，也是讲开刀这种的，一寡病院用去做代志。是啊，这裁剪吼，事实上来讲，诊所拢有法度做啦。哦，台湾已经有一寡诊所用去做。是，所以咱交台北市医师公会，就交这寡病院伫咧联络请教，甲问讲，阮若甲诊所的医生。调来咱这裁剪站吼，对恁敢有帮忙？礼拜日会使，即礼拜，啊，我无想了。当日啊，足侪院长、副院长就打电话互我讲，足重要、足需要。哦。所以阮即阵大概有差不多80个左右的基层的医生愿意出来做帮忙。杨总陈伟民院长甲我讲，拄我讲的北龙，你自由广场。有4个车道，伊希望讲其中一个车道吼，是咱基层的医生对头到尾啊，甲帮忙到了。所以每工阮拢会安排基层的医生去迄个所在，这代表什么意思？医学中心交咱诊所合作，作为来做抗疫啊。你咧过去，这2个是分开的，今日咱共款携手合作，这台湾的防疫的体系吼，会因为安尼，我相信会做得足好的。是啊，咱啊，医师公会中国联合会邱泰仁理事长吼，伊甲陈伟民院长报告讲，伊有种想法，这个所在做一个开始。是。明仔载3分钟病院吼，3分钟医院嘛是要踮咧细致共款的模式。新北市的医师公会嘛共款动员医生要过来做帮忙啦。是。所以慢慢啊，是这个。大医院跟小诊所合作的模式，吼，是这2个所在做一个开始的时候，咱台湾的这防疫，吼，它的能力，吼，会更加充沛，会做得更好。是是啊，咱来请教李院长吼。拄则洪医师讲到这个量能的问题，即马确诊的人数拄咧增加吼，随望咱看到重症啊甲中症的人渐渐吼照李医师的讲法会减少。不过咱即马的量能敢有到一个进步？因为今仔日看新闻讲，济这个医疗人员吼，一个人当做三个人用吼，搁爱无用采检，搁爱无用医疗吼。在你看即马咱若是讲北部，咱的医疗量能，即马敢有到呀？还是讲已经进步啊咧？这第一是爱看咱民众啦，就是民众你若无感觉有迄个需要吼，真重的需要，无必要去行迄个急诊，是大病院哦。因为大家小可读小院想要去吼，会钱破迄个病院大病院啦吼。啊，第二就是看咱家己病院本身，你要来控制你的医疗人员吼。咱都有讲过，你若真正是无讲。有够人的时阵，阮病嘛是提早1个月前，我就已经准备好势啊。一个人拢会当取代另外一个人，就是万八这个人若是阳性，咱要安怎临时叫另外一个人来支援吼，啊分开的所在来办公来处理吼，安就袂影响到这间病院内底内部的人力的问题。所以第一，恁若入来甲你要求的人减少。
第二咱家己控制啊做好诶，吼，啊，即个地属拢做啊真水。我相信拄啊，咱洪董事长讲做清楚嘛，吼，洪议长讲做清楚，咱有咧中央甲地方咧合作，大桥院甲小诊所咧合作，相信即个过程处理会足顺势诶。啊，病毒愈来愈无力诶时阵，咱就会赢，就免惊。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即个振兴病院诶院长吼。魏征伊家己有染着病毒，伊72岁后，伊有做 PCR 确定染疫，有发烧啦，即款的状况吼，也是然后发炎者伊拢有，伊有提供建议吼，你若是确诊了吼，你爱接啉水啦，若是有药物，就爱去使用，过来就是你的营养爱有够吼，伊有提供几个建议，就是讲食啥咧，拢种8种。即个食物吼是木瓜牛奶啦，也是讲无加味的 yogurt、豆花甲杏仁奶吼，过来阁有吹卵熟的卵清橄榄油、苦茶油吼，食的拢是互你然后发炎的时阵吼较好吞的物件。若是药物的，咱来看，伊会建议讲，你若是发烧，也是讲会痛吼，身体有发炎，就是用咱讲普拿疼逐工莫超过一工莫超过5粒。消炎的药吼，就是用这个 Celebrex 来消炎。若是有痰吼，要化痰，就是用这个算讲是甘草的紫扫水啦。咱看魏征医师伊提供的建议，咱会请教洪医师吼。看起来内底伊所建议的药吼，嘛毋是咱即几工一直咧讲的迄个抗病毒的药也就是讲毋是逐个人拢需要食迄个药根据咱对感冒、咱对即个 Omicron 轻症的认知吼，敢会使讲咱家己抵抗力若是强，还是讲身体有较好其实免食啥物药会好起来。我甲观众朋友来报告吼，即伫咧差不多顶个月底到即马为止，我拢有提供吼即个叫做居家工会的快筛试剂，互咱的民众。即咱政府提供即个试剂互我若看有需要，就互请病人食症状治疗的药。即个工会快筛，迄阵搁再足欠货，摕转去厝诶快筛一下，甲我敲一电话讲结果安怎？4月底的时候吼，差不多分10支差不多2个阳性。迄阵来叫伊去病院裁剪PCR。差不多1个月啦这2礼拜，我分10支差不多一半以上阳性啊。即马我实在是想讲毋免分啦，一看就知影讲即个是毋是有问题啦。特别是囡仔伊安尼病恹恹的，甲你家长甲你讲伊发烧，爸爸妈妈甲伊抱喺这胸坎顶悬，迄时阵是毋免使迄时阵就是用咧开始治疗啦。尾迄快筛也好 ，PCR 也好，确实拢阳性。所以好有伊咧讲的某一个程度啦有无医生判断经过快筛来做诊断，其实是某一个程度用咧采用啦，特别的族群啦。即款病人伫咧最近，咱全国拢启动即个叫做居家迄个照护，就是较近的人，伊咧厝内，你咧亲情，你咧厝内底咱保持一个关怀该做初步的健康评估，看有风险无。譬如讲，伊敢有喘啦，伊敢有胸坎会痛啦，还是讲伊有意志不清啦，或者是其他重症的征候，还是讲拄李院长伊咧强调。敢是其他伴随慢性病有较大风险，咱要特别注意，甚至马上要甲送病院。其他大部分99%的人，拢会甲你讲伊的艰苦。流鼻水、拍骹手，其中一个愈重要，脑会痛。这个奥密克戎国外甲国内的研究拢甲咱讲，伊主要是侵犯上呼吸道，脑头的镜头一痛，拢足严重的啦。我还未看到委员长这个文章的时候啦，病人若甲我问讲，我这足痛的，食药嘛假使有效无效安尼，要安怎我就先来问讲，你有哮喘无啦？伊若无哮喘我基本上来讲，
你去买串冰啦，食串冰啦，哦，这原理交委员长讲的同款。哦，较软的物件，较冰凉的物件，较有营养分的物件，你较爱食的物件，其实拢会使。是。上工课差不多3工左右啦，这个3工若过去，后壁剩的镜头吼，拢大部分是讲挠头咳咳啦，有痰啦，就食一化痰药啊啦，也是讲加啉滚水，这足重要的。所以基本上镜头的这个治疗吼，比什么我重要啦。啊，若是讲65岁以上的长辈，也是本身有一寡慢性病的这种民众，就是互医生来评估，敢有需要食这个抗病毒的一些特效药。当然这个嘛要谨慎院长讲的讲，伊可能有效无，还是无效，还是有副作用无我个人是大概这抗病毒的药剂我差不多开差不多50剂有啊啦。哦，50剂有啊啦。到现来讲效果真好。时间真短啊，所以我唔敢讲长期有啥物副作用，但是短期内底大概都算真安全的药啊。黄医师，你讲效果真好是啥物意思？有的病人伊食1剂2剂，马上就甲你打电话黄医师你开迄个药啊，神丹妙药，镜头马上好。哦，当然有啊。